河姆兹海峡气候呢，这伊朗封锁，根据着国际海温监测机构统计，大约有3200只这船啊掉伫咧波斯湾，也因为这比伊速度变严重啊，影响着中东原油生产甲运输。这到布兰特含西德州的原油计销一桶呢，要冲到美金119块。啊，若讲到咱国内油价呢，这礼拜大约是起5%。另外，国内有3成液化天然气是对卡达来的，即法定储存量只有11公尔，外界烦恼讲会无够用的问题。啊，那经济部长姜明钦今日表示讲，到4月油价是无问题。美伊战争造成中东经济油产设施遭到攻击，中东产油国出现停产潮，提到布兰特甲西德州原油计销开盘暴冲，相关冲破每桶119美金。就连国内油价也因为国际油价起价，这礼拜也要对得起。国内本周油价整体调幅约5%，汽油每公升调涨1.5元，柴油每公升调涨1.1元，像是95千汽油突破3字头，每公升30.4元。国内本礼拜油价，干那92无元汽油每公升伫30块以下，95甲98无元汽油拢超过30块，超级柴油也起酷热，起了后每公升28块热。即一起有若是出现大型渔船提早赶咧加油，也互渔民获利减少，增加成本负担。生活压力是阮这细只佫还可以啊，啊物件当然起较大，啊鱼价也无起啊。台湾原油被社靠进口凯，因为国际油价波动有缩起的记录。互外界烦恼是国内液化天然气 LNG 差不多3成是卡达来，较台湾 LNG 法定度比指数干了11天。针对最近风声台湾可能断气，或者是无烧水通用，经济部长姜明钦强调，这拢是谣言。3、4月天然气调度爱22只天然气船，目前已经找到20只，也佫剩2只咧参详。未断气、未欠电，无需要另外增加。就套电厂发电量，民生用气来讲，只占我们的这个整个用气的量大概不到5%啊，所以绝对不可能有发生那种的情况。那所以就是说因为3月份、4月份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调度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就惊中东战争时间久长，冲击国内经济甲景气，因为 AI 应用上起大，甲春节进程比回转强，一月景气定好，速度向顶景气红顶，暗过3月是毋是一个人到红顶？爱国观察战争的情势，能源计销欠款也引起通膨记录。很多物价都会受到能源价格的波动，不管是直接或间接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一旦拉高，而且短期内没有办法往下降的时候，很容易看到这种通货膨胀可能又在一起。专家烦恼除了战争恐惊引起通膨问题 ，AI 产业需要能源甲建设成本，也可能欠悬。是不是因地投资进度影响 AI 投资放慢，将做类似天地性通膨，爱心情应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